警察的眼睛到底有多毒？他只是随意扫了眼过往路人，便能准确识别出对方身份。穿着警鞋，步伐均匀，走路很皎洁，这个100%是同行。但守日执勤的徒弟觉得师傅在夸大其词，没想到这个判断很快就会被事实推翻。候车大厅突然传来盗窃警情，当师徒二人火速赶到现场时，发现已有嫌疑人被制服在地。蹊跷的是，失主钱包并不在他身上。你没搜着，但我肯定就在他身上。不是我没偷啊！常胜当即断定此人并非真凶，他搂着男子低声交谈几句，便予以放行。好，走吧。站住！他是盗窃犯罪嫌疑人，为什么放他走？你是谁啊？原来这确实是位便衣同行。为验证猜测，子乔当场对男子进行搜身检查，结果一无所获。常胜见状轻笑提醒不必再搜，随即演示起自己是怎么抓小偷的。他的目光锁定一名戴帽男子，当所有人都在围观事态发展时，唯有此人淡定地玩着手机。在常胜的示意下，帽子男被迫起身，怎么了？把东西拿出来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干什么呀？果然从他身上搜出了失窃钱包。